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后面几个就好讲了。这是欧洲，对啊，欧洲的平衡啊，大家看，它的居民也很好，对吧？这个一定要注意，它的居民部门是很好的。对，我们在判断一个别的国家的这个经济情况的时候，你要看它的资产负债表嘛，对吧？它的居民部门是盈余的，对吧？是盈余的，它的企业不怎么样，对吧？它企业啊也是跟美国一样不怎么样，那么它的政府也不怎么样，对吧？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这个资本输出，看看它这个虚线啊在下面，大量的资本输出。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欧洲地区的它的平衡就是这样平衡的，对吧？这个居民拿出一点钱，对吧？企业呢有时候会有一点钱，来平衡这个它的政府的财政的赤字啊。那么这个是日本啊，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情况，应当说我们通过这个分析之后，大家会看到日本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大家看它的居民部门稳定的盈余，它的企业部门稳定的盈余，它的财政大量的赤字，同时它还对外输出资本，啊，它的经济运行就是这样运行的。就这个运行，我们在说它失去的20年、30年，它如果说保持着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就说赤字，我们经常讲日本的政府赤字400%多、500%多，它再多，那有人弥补啊，对吧？而且是国内机构弥补啊。因为日本，我这个特别要说一下，因为日本20年、30年的情况就是它的居民不花钱，它的企业不花钱。于是政府用发生债务的方式把居民和企业的钱拿来，然后支出，这叫做平衡总需求，对吧？我再把你借过来，再支出，通过这种方式平衡这个供需。这个我们这个在经济工作会里面谈到了，要统筹支出，这个需求啊和供应啊。那好，我们现在看看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图啊，有了我们前面有一个分析结构之后啊，大家看看中国，啊，中国的情况呢就很怪了，就很怪。首先，我们的这个赤字啊，好像还是不少，啊，和政府公布的不太一样，我们比政府公布的多一些，因为有一些债务啊，它不统计为赤字，但事实上是赤字。你想吧。我要一个支出，我发债借钱来支出，是吧？本质上还是赤字，对吧？所以大家看我们那条线啊，是在那个在零下面的时候居多。中国的居民部门是高储蓄，啊，所谓高储蓄主要指中国的居民部门。啊，前不久这个美国的财长到这来指责中国这个说你储蓄太高，储蓄太高。对吧？其实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居民储蓄太高，是吧？中国的与刚刚所说的这些这个发达经济体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企业高度的负债，企业负债，你又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把那么高的居民储蓄引导到企业手里面，变成这个企业的资本金，对吧？所以中央金融工作会啊，这个话你现在用这个结合这个图啊，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对吧？钱多啊，在居民那里，本少，对吧？不缺资金，缺本金啊，这个缺错了啊，是缺少的缺，不缺资金，缺本金，这个一语中的，就把中国的问题啊说清楚了。我们用这个图诠释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这句啊，让很多人看了石破天惊的一个话：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本金。也就是说，你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你不能够有效的把那些居民的钱转到这个企业手里，是吧？所以我们的平衡啊，和刚刚所说的那个3个国家都不一样，是吧？那个3个国家是政府出赤字，然后这样子的平衡。我们现在
最大的赤字部门是企业。因此啊，在这个意义上啊，我们说这个发债是可以的，是吧？政府发债也行，但是我们觉得应当把它更多的资金引入到企业手里，而且是用资本金的方式引入，啊，这是从这图啊看得很清楚，啊。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第二个问题，谁买？啊，谁买其实涉及到就是说，这个你的债务政策啊是这个是它的货币影响什么啊？我们基本上啊大致上列一下这几个。首先，它可以卖给非金融部门，那就是企业和居民啊。那么它卖给企业和居民，它在这个资金流动的含义就是说，它把已经发行到市面上的货币用债的方式换到政府手里，就是我的钱政府用。那么对于一个总的资金供求来说没有影响，所以它是非通货膨胀性的。但是呢，它就可能会有所谓排挤效应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宏观上没有通货膨胀性啊。第二呢，央行买，其实大家讨论很什么，又是怕债务货币化呀什么的，主要讨论是这一块。央行买，那就通货，那就是直接就变成了钞票，啊。其实这个事呢，这个被大家这个渲染的很厉害。这前几年啊很多讨论，说实话我都不发声。上个世纪我们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了，啊，但是大家还是老是讨论去，啊，不好好去研究这些事情，啊，央行买政府债，它的本质是政府用短债来换长债，因为央行大家说那货币，央行货币是什么？央行货币是对我们的负债啊！你不要以为那个钱给你是财富啊，央行是借我们的钱，对吧？那么一定要搞清楚，货币是政府的债务，这个债务是由央行承担的。因此啊，我用央行对我们的负债换财政对我们的负债，就是短债换长债而已，是吧？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就既然债务问题已经不得不捧出来的时候，首先我们很多的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对这点大家都是不太不是很了的，但是它是通货膨胀性的啊。那么第三块呢是金融部门啊，商业银行买啊，大家觉得这个没事啊，其实它是等额的货币化啊。商业银行也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商业银行的存款是货币的主体，啊，我最近参加了好几个会，我说大家都没有很好的读凯恩斯的货币论，因为货币论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存款是货币，账户是货币，其他东西不重要。现在在讨论什么这个比特币啊，什么等等，有什么这个稳定币啊，这个加密货币的时候，你看看它底下就是账户。是吧？你的支付宝你要挂一个账户，要不然你支付宝不能用，对吧？你的微信背后要挂一个账户，是吧？真正那个是账户，但是大家呢，这个对此啊忽略，比较忽略。那么于是它是呢是银行啊等等都是这样。那么如果国外买，啊，国外买嘛，那就等于引进外资，是吧？这也是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好，我们看。政府债务的发行就因此啊，我们说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啊，这就是为什么债务问题复杂就在于它，是吧？在这个政府手里是这个财政政策，一发行到市场上就是金融政策，是吧？这个采访我们刚刚增加了一个节目，所以我推迟了，啊，对不起啊。所以关键啊是要，因此啊很清楚，关键是要建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啊。这咱们回到我们前面的主题了。好，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从国债持有结构你就知道它这个国债的它的影响。大家看，这是美国的国债持有结构，货币当局16.1啊，共同基金17.7，那个共同基金基本上是老百姓。
是吧？老百姓的个人投资者11.1，就是它有相当多的部分啊，或者是直接或者穿透式的，是由老百姓买的，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时候，你看美国它有20%左右来自资产收入，而这个资产主要就是国债。他通过购买国债，而且国债是卖给老百姓的是利息是很高的，让他呢获得这个收入。那么货币当局，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货币化了，是吧？但是它最大的一块还是海外投资者，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是吧？这个是啊，他这个情况你看得很清楚。日本，它货币当局50%，它比美国大多了。也就是说，日本的货币发行基本上靠的是这个是买国债，或者说美国的这个日本的国债，基本上来说是被它的中央银行短期化了，就货币化了，对吧？这个看得很清楚。然后它的保险和养老金、存款性公司这些东西也都有，对吧？非金融公司等等。那么海外投资者也是一个不小的比重，啊，不小的比重。那么这个是中国了，中国主要是商业银行持有，对吧？你看我们的保险机构、证券公司、信用社、非法人产品、境外机构、其他等等，都是都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商业银行持有。大家，我前面已经给大家预防的说了，这个商业银行持有是货币创造。啊，是货币创造。我们知道商业银行这个创造货币，它的基本路径是发贷款，然后放了贷款，然后这边给你一笔存款，你就有了账户，有这个账户就可以开支票或者用别的方式去购买了，货币发行了，啊，货币就发行了。所以商业银行购买是个非常的这个货币化的一个事情，是非常通货膨胀性的事情。啊，所以你从这个图啊看得很清楚，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看期限结构，对吧？期限结构呢，就涉及到就是政府啊拿这个钱，它在跨期的配置，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很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对吧？金融它就可以跨期，对吧？我们刚刚跨期跨了将近半个小时。对吧？这个跨期，对吧？那么还有，你看什么期限？看什么期限？这个呢，美国的这个短期的和长期的都是占20%左右，中期的占60%左右。好，我们再看日本的期限结构，它的长期的居多，啊，中期也有，长期也有，短期的比较少。然后看我们中国的国债期限结构，看看，对，现在后来后来在调整了，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些调整，那么主要是中期债，啊，中期债，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部在发行债券的时候，并没有意识的考虑到跨期配置问题，对吧？没有意识的考虑这点。啊，就像我们刚刚彦东这个跟我，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跨期问题，是吧？这今后要考虑，你既然要用债，你发50年的债，对吧？你现在债你的孙子还啊，你要搞清楚啊，20年债你儿子还，对吧？这个跨期了，大家跨期了，所以中国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特别国债有等有短期债很少啊，但是呢，现在呢，国债事实上呢，它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体系调节流动性的工具，啊，这个要看我们3个市场，主要市场在银行间，对吧？时间关系我也不细说了啊。最后一个问题，可持续性的时候啊，大家喜欢讲个比例，3%和60%，所以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对吧？讲这个东西。都当作金科玉律，但是它不是金科玉律，它就是一个经验数据，而且呢，它是一个基于欧洲情况的一个经验数据，而且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遵守。我们把它当个教条，在那说不能突破3%，今年突破3%，我相信好多人在论证，你看今年怎么，早就是一个该抛弃的教条了，是吧？这个我是上一届的我们财政部的这个财政风险的那个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财政给我布置一个任务，就是你证明一下那个3%和60%啊是荒谬的。我说这东西不要证明啊，主要就是说你要说服的人他愿不愿意相信，是吧？现在呢都相信了，是吧？那么这个其实3%和60%啊是欧元统一推出过程中啊，为了解决没有统一财政的缺陷，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解决办法。这里面就说到一个关系，就是财政和金融的关系，财政是基础。这个在中国呢也是倒过来了，或者说很含糊，财政谁是货币当局？财政部啊。我们在这肯定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吧？这个呢，这个关系以后啊也要逐渐的扭过来，对吧？他推出欧元是统一了，但他没有统一财政，于是欧元就不稳定。于是呢，他就要考虑，这是马上就显示出欧洲的智慧就是多边协议，欧洲这个智慧多数显示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特别提款权 SDR， 那就欧洲人提出来的，对吧？你们要到欧元去看看，到他那个总部去看，那个会议室上面全是那个翻译室，一个会得好几十个国家，好几十个翻译在那把它翻译成好几十种语言。所以他要有一个多边协议，这个多边协议就是3%和60%，但是他现在都不执行了。那么好，我们真正的可持续性啊，要考虑这些问题。第一，就政府债务的扩张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政府债务的增速。我们不说吗？政府发债的第一个合理性，就是说现在总需求不足，我通过这种方式弥合了总需求。于是经济增长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于我政府债务扩张的速度，这个很容易理解吧？这一条，但是很多地方很难达到。第二，本金怎么办？对吧？这个我们经常叫做还本付息。但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说，那个债务为什么能够这么不断累积呢？因为本金是不还的。做金融的一定要知道本金。理论上都是不还的，是吧？于是你要有本金的不断的再融资的机制，这需要安排这需要安排。好，第三呢是真正的负担，利息利息。那么利息呢可以从3个角度去考察了，一个角度就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里面利息支出占多少，对吧？这个当年耶伦从当这个财长的时候，他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没问题，我们的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4%，因为他那都是在很低息的时候发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到8了，到8了，但是他还是能够承担，但8就是意思说我瞌税，辛辛苦苦的瞌税，瞌的不能睡。然后8%要拿去付息，你想这个财政政策的效率就很低了，对吧？那么中国呢，大家可以去算，反正中国的这个使得我们这个说真的是我们的债务政策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的债务利息支出现在已经比较高了，第二个，占新增储蓄的比重。每年我这个一个国家要做储蓄，如果说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储蓄，是吧？你把储蓄都吃掉了，是吧？都吃掉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可持续了，那就是国民经济就逐渐的是萎缩，是吧？那第三个跟那个第二个差不多，占 GDP 的比重，对吧？新增的 GDP 的比重，你如果说超过了新增的 GDP， 也就是说新增的 GDP 都被债务吃掉了，那这个债务不可持续了，因为你的持续的过程就是一个国民经济不断萎缩的过程，它这个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讲完之后，还有最后的三个小要点。一个呢，就是说债务发行啊，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财政部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说我们持支持性立场。其实支持他就说支持政府啊债务筹资，但是你支持你得说你发的债要让人民银行或者广义一点，就是说整个金融系统觉得我可以去购买并持有。对吧？你那都是中期债，不行。所以啊，这个配合的过程，对财政部提的要求就是你要适合金融部门的需求来发债啊，这是。那么化债问题，对吧？现在我们这个发债都在化债，化债问题大家千万呢，这个也很复杂了哈，千万要记住，债的风险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能被转移、被分散、被管理。不要以为这个一下发了都没了啊！我们上次这个是2015年那么多的债，那么的也是化债嘛，不是都债不还债吗？是吧？那是因为啊，你没有考虑它的这个真正啊，怎么把这个债给它消解掉？消解债要靠国民经济增长，是吧？这个最后呢是通胀的作用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有通胀，这个债不是那就是比较小的问题了，是吧？2次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日本通胀年通胀300%，那100万的账，这个债，过一年就只剩30万了，再过一年只剩10万了。所以你要能有这样一个通胀的环境，那个债也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现在是通货紧缩，没有通货膨胀的环境。因此啊，我们还是得靠实实在在的，通过发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来让国民经济搞上去。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债务的各种利息、各种负担减轻，然后把它的风险逐渐的消弭。总之，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而且需要很精当的安排的一个机制。所以，中央金融工作会和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才把这个事情当出一个任务提出来。我们今天呢，就只是破一个题，以后呢，我相信我们还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啊，谢谢。